我的家，在下面那一方，那里有冰冰的泉水，那里有我的魂。喂，你今晚是要跳进自杀嘞？你讲的什么话？我这已经跳一摆过啊，你要叫我死第二摆啦？哎呦，对。我即摆吼是咧烦恼啦。哦，你咧烦恼？啊，笑死人诶！啊，鬼也烦恼，铁鬼袂食水面啊！歹势吼，鬼嘛是有三魂七魄的，人嘛是有三魂七魄吼。对。所以生成阮这鬼吼，嘛有时啊嘛会欢喜，有时啊嘛有烦恼的所在啊。对啦，你烦恼，我知影你的心意，你拢烦恼两公诶。但烦恼两公都有你伫的，阮等下也免搁读个四时五经啊，等你烦恼啥啦？哎呦！无毋对啦，我是叫讲这四时五经拢总毋免读啊啦。啊，时到若去到京城的时阵吼，我会对伫伊的身躯边，啊，伊就有法度通考到这个官着无？要毋过我甲答应了伤紧，你会知呢？伫这甲京城是遥远的路途，啊，经过着千山万水，啊，这千山万水的中间，我是一个分撇。若要过桥的时，要撩水的时，要坐船的时。要登基的时，喂，你要做皇帝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是讲，若要上山要落岭，拢总爱有人伫咧甲我画，叫我的分配，我毋才有法度通对着两公对会着，毋才有法度通帮助伊去考着状元。啊，我若无人画，我都袂当去啊，我伫烦恼这啦。啊无安尼啦，规气吼，我甲你作法，啊，互你投胎转世，啊，以后才带人讲个进京赴考吼。你讲安够有道理哦！我过来投胎转世，我就会变做人。哎，对。啊，若做人，我就通啊自由自在，陪两公来去赴京就考。哎，对，毋是上京赴考才对咧。啊是讲，啊我若过去投胎转世，我搁变成人，啊若要搁有法度通陪两公去京城，啊去上京赴考，我的时阵我嘛上少爱20-30岁，也是30-40岁。啊，迄阵啊，迄两公的都变成人瑞啊，我是要哪甲伊去？奇怪，安尼也唔好，安尼也唔好，无你是要叫安怎你讲啦哈？哎，道士兄，我知影你是一个道士人这道士是法力无边啊。我这鬼魂哦，上需要就需要你这道士。假使讲你若是肯答应吼，你对我啊参两公来就京赴考吼。你不管是若伫咧撩水，还是咧过桥、咧上山、咧落岭，爱当甲我叫讲过桥哦、撩水哦、坐船哦、登山哦、落岭哦，我都通永远对伫个两公的身躯边，安都我都通一路平安顺遂到京城。我就知，你的意思讲叫我带你去。嘿啦。好啦。人讲哦，上君千里。将士一别，想讲啊，你即摆要行城考试，若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哦就爱食好饱，穿好小喜。娘囝，我知影啦，啊我会晓照顾好家己啦。还是讲吼，我即阵上京去赴考吼，嘛都爱有一段时间，你嘛是共款来照顾你家己哦。放心啦，咱厝里有千文啊，搁有安尼啊。想讲啊，我呢哦想了，搁再想，想讲哦，你即边要行遐远的路的，你大概若穿即身衫的时阵，拢伤重，拢会跋跋倒。无差到即个时间，你搁稍等一下，我衫摕去卖吼，你整落较短，好无？袂用的啦，即身衫要来用改啦。娘囝，但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即身衫吼是当初是阮阿娘做，阮阿爹穿的啦。搁再讲吼。我嘛有伫阮阿娘面头前咒抓过哦。假使吼，我若无穿即身衫裤去考到状元吼，我无可能脱掉啦。你嘛想讲哦，你真紧就会当换衫啦，啊无真正就爱一世人穿即事哦。无可能啦，娘囝，你甲看啦，即摆有一个先生哦，现在搞咧甲我教吼，即身衫吼可能真紧就会当换掉啦，吼。想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边去考吼。考有条，考无条，你拢袂用去想袂开哦。你一定爱转来，你袂用去死咧半路哦。娘囝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哪有可能讲会想袂开，怎啊走去自杀死咧半路？啊，搁再讲啦，我即摆已经考调机人啦，
啊，今年考无着，明年较搁考嘛是共款啦，吼。娘囝，相公，人唔甘啊。娘囝。哎，当嘛拜托的，啊这是要上京赴考尔呢，啊，毋是讲要调中东参加普选战争，死袂当转来啊。真正会，啊人都会唔甘啊。阮相公哦，要入去人遐尼远，哎，发表。真正会。啊，你是看包予我要创啥？看不好。嗯。哎，我都要来陪哦，两公哦，上京来赴考啦。你要陪我去哦？安咯。真是的哦。哎呦，老是啊！啊，你早唔讲，啊，你若早讲哦，要陪阮娘公去上京赴考哦，人嘛免遐烦恼。太实啦，是先，我觉啊，咱讲句良心话啦，自看较深啊吼，我带恁兜啦，啊食恁困恁啦，啊3个月生理我生理也较歹啊，恁可以提所有互我啊，你这温情无补本来呢，所以我一定哦，陪两公来上京来赴考啊咧。客气啦，多谢你啦。相公，啊无吼，搁我送一个就好啊，吼。要搁送吼？啊娘囝，我先甲你讲哦，莫送伤远哦，送到城外就好啊。到城外。吼。行。行啦。对啊喂，送到城外，你惊死人诶！哎呦，但是我安怎啦哈？拜托的好无？哎呦！你是要我创啥啦？你袂见笑呢？什么咧食因啊困因啊3个小夜摕所费互你，所以你为着要报恩，才要答应要陪互做伊去赴考。迄是我拜托你的呢。我若无照这理由讲哦，我是要安那去缀你京城赴考啦哈？你安戆啊！哎呦喂啊！好啦好啦，你的理由就你的理由啦。但是我咧讲哦，若要过桥的时阵，爱记甲画过桥哦；要坐船的时阵，爱渡船哦；要上山的时阵，爱讲爬山哦，爱甲画。无我这7/3撇是叫袂行嘿。你讲煞无？讲煞？知啦！知就知啊，讲遐济。灯泡，哎，搁煮啦。煮，哎呦，相公啊，你今日咧餐好势啊？啊，你看卖，看吼，搁需要炸啥物无？啊，娘囝，那你是咧着急啥物货啦？啥物免着急无？哎，相公啊，你敢知影？人家两公的吼，已经开始起庭啊咧，还搁有啦，哦，搁有一个吼，迄个啥物相书啊，搁保护伊去，你知无？两公因遐早起做主来啥？因惊去京城哦，啊，无客人通啊大啦，人客满啊啦。啊，若我哦良心，恁人头壳足巧的，早我就叫朋友呢去遐房间订好势啊。哎呦，相公啊，我想要到你遮巧了。啊，是讲你打算啥物时阵要出门啊？等我将迄古纸甲吞落平起来。你是讲咱先做迄个古纸？啊，你是要哪甲吞落平起来？这是毋较简单。我讲调虎离山计。调虎离山计。我会当将恁大姊甲引开，然后呢，趁你无注意的中间，你古纸甲吞落平起来。安尼啊，你实在够巧的呢。哎，唔对哦。哎，啊，搁有迄个鬼啊，万一若对你安怎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这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约一个师傅哦，摕一张符啊，会当地啊，你鬼个唔敢挖来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好呀，啉茶。对了，娘囝，嘿。等我这回要去上京考试吼，啊，唔知偌久才会倒转来吼。啊，这我忽然间想着讲吼，要想要你亲手所做的锅仔饼有无？锅仔饼。嘿，我所想要食迄个。你想要食迄种锅仔饼？有。好啦，我去歹做啦。啊，你等下坐，等我做好吼，再互你就寄下落去慢慢来食啦。好。哈，你等下等我哦。莲蕊，你什么时阵才要甲夫人讲？莲蕊，你即摆是咧着急啥物话啦？啊，等我即摆要去上京考试倒转来，敢若讲嘛袂慢呢。你无急，我足急的呢。倒有啥物好急啊？你敢唔知影？人我已经有啊呢。